另一場4強賽由鏡平迎戰賽龍，兩隊喺上屆季軍戰曾經碰頭，當時賽龍喺袁建輝嘅帶領下擊敗鏡平。兩隊喺首節開啟精彩嘅對攻戰，阮正峰同許成泰接連向賽龍開火，但賽龍亦都不甘示弱，梁卓軒同盧體俊為球隊接連得分。但鏡平喺徐曉傑同高德豐火力全開下，將比分拉開至22-17。但呢個比分已經係全場比賽分差最少嘅時刻。進入第二節，戰況開始變得一面倒。鏡平先有徐曉傑命中2球3分波，阮正峰則繼續維持高效表現。今場攻入最高23分嘅高德豐接連攻陷賽龍內線，兩隊分差開始越拉越遠。最高嘅時候曾經達到17分嘅差距。賽龍喺施玉海命中3分，加上梁卓軒亦有1球2分波命中嘅情況下，鏡平喺半場結束後領先43-31。進入第3節，戰況開始變得一面倒。高德豐、李翔繼續向賽龍籃底狂轟猛炸，賽龍嘅內線球員大部分時間亦都疲於奔命，但亦未能阻止對手將領先優勢越拉越大。喺阮正峰、李翔先後攻入3分嘅情況下，鏡平喺第3節結束後已經領先至62-42。第4節開始，得勢不饒人嘅鏡平趁賽龍體力下降嘅機會繼續強攻。隨着阮正峰、高德豐同樣先後命中3分，雙方之間嘅分差已經進一步拉開至73-49。雖然時間所剩不多，賽龍一眾隊員喺場邊觀眾嘅熱烈打氣下，仍然繼續奮力收窄分差。盧體俊為賽龍貢獻全隊最高嘅20分，但鏡平最後仍然以79-53嘅比分淘汰對手，將會同培正會師決賽。落敗嘅賽龍將會喺季軍戰面對粵華，力爭連續2年以銅牌完成賽事。